最近有风声讲，这美国和台湾伫咧关税谈判的过程呢，可能会要求台湾甲美国猪肉、牛肉的进口条件放零，当作是降低这关税一个条件。消基会和医生因就开始伫咧烦恼啊，亲像这正拍前来去德巴胺的标准呢，国际标准是偏台湾国较零的，恐惊危害到民众健康。啊，那卫福部是回应讲，相关内容还阁伫咧讨论，无方便对外说明。美国对台湾扣20%的暂时性关税，未来是毋是阁共政府表示阁咧协商？消基会就烦恼，美国可能会要求台湾爱放零美国猪肉品的来去德巴胺标准，甲台湾原本规定的0.04 ppm 放零到国际0.09 ppm， 甚至可能会要求台湾爱加开放进口美国的牛肉来含加肉。第一个是来记的部分，第二个是针对美牛的部分，内脏跟绞肉部分有可能会开放。第三个就是有可能我们连这个标示它是什么样、哪里的产地这个部分也不可以标示哈。可能目前听到的会有这样子3个可能性的一个交换条件。有医生就指出，西方食牛肉较济，含伫咧食猪的腹内。毋过，咱台湾的食食文化普遍就是会去食猪肝、腰子这寡腹内来补身体。若是开放0.09的 ppm 来去德巴胺的腹内，医生讲恐惊会提悬心血管疾病风险。如果说民众本身有心血管疾病，比如说他本身是高血压、心脏病的患者，那如果吃的我们的肉品当中有大量的莱克多巴胺，就担心说他心跳过快、血压上升。长久化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。不过，针对外界的疑虑，卫福部表示，若是牵涉到关税内容，目前也袂当对外说明。这个牵涉到关税内部的一些细节哈，就请容我在这边哈，不能代表关税小组来跟各位说明。那如果我想有具体的成果，我想关税的小组那边会跟大家报告。消基会强调，若准讲政府要开放美国猪肉腹内做条件来降低关税，政府至少爱要求伫咧进口的肉品包装标示清楚的产地，嘛甲来去德巴胺的量写好清楚，互消费者有选择权，嘛保障民众的健康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